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教育部持续推动优先校园的政策，嘛包括校园安全议题。不过，议员李定国表示，不时还是有出现校外人士侵入校园的事件。议员讲，绝对不是事后短暂的检讨，嘛不是怪拆围墙的后遗症。除了要求教育局检讨课后辅导以后的保全，嘛要求警察局伫夜间加强校内巡逻。对此，教育局长表示，课后的时间，伊希望组织志工甲家长共同来守护学生安全。几乎大部分所有的国小，他们放学的后，他们还有所谓的课辅班。课辅班什么时候放学？5点半、6点。这个时候的保全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我比较不会去了解，我不会说把那个警卫时间拆成好几段，让他中间让他休息，这些不对。我们是不是将来也可以让我们的保全能够在学校安亲班结束后，他们再来离开？但是这个又牵扯到一些加班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游离空间，它造成了一个校园的安全的漏洞。所以我请他们在检讨说，如何善用这8个小时是学校最需要保全，孩子最需要被安全防护的这个时间。所以请他们去跟保全的人员做一些沟通。那在这个8个小时里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这是第一点跟预做报告。那第二个部分，当然那个放学之后的课后，说实在的都有老师在。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放学之后，因为校园开放，那到6点，那如果学生放学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拜托是家长，基本上让孩子呢就不要单独在学校里面。那如果真的孩子要来学校玩，拜托家长也能够一起陪同来，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老师看不到的一个地方。那至于校园常常开放是到6点，那6点之后其实还有一些社区的人士在学校里面的活动，我也拜托校长能够把这一些那个不特定对象的运动人呢，能够组织起来，变成一个有组织性的家长。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他们也能够帮我们做守护。另外，轮到出身新华议员李伟迪之孙，会中相当关心新华果菜市场迁到国道8号交流道附近电起，在去年11月底开工，预计明年底营运的时停，目前到底进度如何？加上果菜市场要将冷藏、冷冻库委外经营，摊商拢反弹，建议市府收回，以及相关的处理动线。会中议员一并要求市府好好思考。据说这个冷冻库的这个前草的政策告咱家目前是不是有一些副案？还是讲亚哥的眼里这个部分已经有一些确定的版本了吗？坦白讲，的确是地方上有一些声音。对所以呢，您自己在农会就知道了，这冷冻库、冷藏库是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把核心的时候都给别人做，困难的我们来做。是，所以说如果跟那个厂商谈不好的话，我们就让他隔壁再盖一个我们自建的，因为那个那个洞口才嘛几千万啊，是。然后过来也都你做几千万那唔敢做。当然，投资很多钱啊，这个部分我们在考量这好。议员李伟迪嘛以新华人口密度未输眼控，不过已经足久无通盘检讨。目前主题区已经甜啊，甚至无厝通住，对电影的发展拢是一大阻碍。对此，都发局长表示，目前初步新华地农业区已经增加30公顷的建地等公共设施，后续卖持续检讨。但新闻顾问及林耕采访报道。议员尹爱达理表示，根据统计，目前包括不动产评议委员会等府内外委员会总共79个。不过，这些委员其实是过门的人数，其实是运作机制，时常拢会被外界误解，沦为抽样等刻板印象。所以，议员今日要求市府将因开会议、发言记录等公开上网。我斟酌的是说，这个组成。他为了让能够提供给市府意见参考，能够给台南市做一些改进的建议，是那个东西要能够被看到，
不要说让很多人可能误会说啊无啦，伊迄就是挂名尔啦，簇拥啦，就是底下坐拢点点无讲话，无发言，那等领便当啦，这个也不行，就等于是把这些委员、这些顾问、这些专家学者当作是污名化，我很反对这样。我们邀请人家进来，你能不能给人家是经费什么，那是一回事。但是他们的意见，他有没有发言，要让大家知道。在会议内容里面有一些结论啊，或者是委员的发言，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希望说，那个局处里面可以把会议记录的结论可以上到网络上面去。对，这非常重要，因为有这个东西，人才知道说他们是真的有在做一些事情来贡献他们的专业，而不是像很多人在批评说啊没有那就酬庸，那就是因为谁跟谁比较好啊，谁有帮过谁，所以他就把他找为当委员。虽然说没有领薪水，可是他印在名片上也很爽。我们要避免让他们被污名化，这个也要注意到，好不好？另外，透过社局性别规定相关活动，议员除了对翕相的细节会当看出市长配合市民等友善的态度，嘛希望将这款的观念传达到各局处，特别是对原住民的角度来思考，并族群主流化。如果像这种性平这样对过去的传统社会来讲是比较先进的想法都能够这样去落实到各个局处，也许跟有的局处会觉得很累啦，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硬要叫我挤出东西还是很累。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市长，那原住民的意识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做？我们看看各个局处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讨论一下，在你个别的业务上面，能不能从原住民的角度，从原住民的立场思考，能够多做一点什么事？其实可不可以这样做啊，市长？到底？但是原民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也把它纳入。以优先为前提，议员嘛关心各局处反向的联系，以主体经保持为例，认为体弱势家庭安装虽然是上局的业务，不过其实透过甲社政民情的体系合作，嘛是真方便，地当协助达成任务，后面将感受到市会大心加效率。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距离大选日子愈来愈近，为了争取更侪选民的支持。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展开全台的拜票行程，8日上午来到台南市北区阿母寮市场，陪同立法委员陈廷辉向市场摊商以及民众拜票，受到热情的欢迎。恳求甲拜托1月10拜托大家，咱的蔡英文一票，陈廷辉一票，民进党一票，拜托大家，拜托咱所有阿母寮市场的头家娘1月10拜托大家。蔡英文1票，陈廷辉1票，民进党1票，谢谢。来大家，大家拜托1月10蔡英文1票，陈廷辉1票，民进党总共有3张选票。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表示，台南这次立委选区总共划分为6区，由民进党所推出的每一位候选人拢非常的优秀，呼吁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以及所有的党公职人员爱团结，做伙赢得选战。我们今年的这个选区的划分是多了1个选区，所以增加到6个选区，其中我们有4位现任的坚强的候选人在这里进行卫冕战。另外有一区虽然不是原来的委员，但是也是我们的卫冕区，我们也一定要坚守顾这一区。另外多出来的1区的新选区，那是大家兵家必争。那我们的候选人林怡景也非常的优秀跟努力，所以我还是深具信心，我也责成台南市党部以及所有的党公职要团结一致，要在这里打出一个漂亮的成绩。立法委员陈廷辉表示，为反送中的事件，就会当看出主权的重要性，呼吁人民要用选票来维护台湾的主权。反送中这整个状况，香港的议题已经让台湾人民很清楚，台湾如果没有注意这张选票，很可能台湾会没有。我相信这也是台南乡亲大家都清楚，台南人非常重视主权，非常有民主意识，所以这是他们所担忧的，也是我们要极力力拼的。选战只剩60多天，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启动拜票行程，希望在明年大选有更多选民会当认同民进党的理念，让蔡总统继续带领台湾。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9届不倒骑士单车环台挑战，今年总共有20名阿友以及20名家属参加，用10天的时间，骑自行车完成全部1100公里的环岛行程。环台挑战第6天，来到台南市受到市府热情欢迎。
公务正无用的黄伟铁市长嘛特别出席活动，表达感佩，并致敬加菜经，鼓励这群勇敢的抗癌勇士。运动抗癌，癌症不来，不倒其世，加油加油加油！台南是个热情有爱的城市，我们一定全力来协助，也希望各位除了见证生命力，然后这个环岛骑脚踏车之外呢，也能看看府城古都的这个暖暖的人情味，以及品尝好吃的府城这个台南美食。那非常感谢各位不倒骑士，也感谢各位陪骑的伙伴能够一路相扶持，这一点真的是非常谢谢。那我们感佩各位的精神，也愿意全力协助各位的活动。本身嘛是癌友的台湾抗癌协会理事长吴兴传，希望借由活动鼓励癌友持续运动，乐观面对疾病，对抗癌症。在还没有罹癌以前，我本身就是一个运动员，本身就是一个马拉松选手。在100年的时候，我发现了大肠癌3期，我经过12次的手术，1年半的化疗药，我停了2年，2年以后我开始，又从运动中我要找回我的健康，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一个人运动，不如我找一些癌友来运动，让大家也知道癌症从运动中可以找回健康，离开恐惧，这是唯一的，好自我离癌以后自我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从第1届开始，找了10几位癌友出来，环台，至今已经第9年了，就这样一路上走，已经9年有200多位的癌友来参加过，200多位癌友到今天为止，只有2个人离开，所以运动对癌友来讲是确实的重要。在结束台南市的拜会行程后，不倒骑士团再度启程，将前往届市政府拜会，宣导运动抗癌的理念。预计在11月11号，登去到新北市政府广场，完成第9届不倒骑士单车环台挑战的壮举。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南区公所办公厅下伫市长支持，今年开200万征收以后，除了焕然一新，
新任区长蔡秀琴以女性的特质，嘛希望互康硬邦邦的机关给了柔性的气氛，所以伫2楼规划了南区艺术空间。在1月1號第1場的展覽，特別邀請油畫家吳美娥師生來共同展出68個作品，無限主題創作相當精彩，嘛互整個空間加添藝術色彩。大家看到这个空间，其实它有重新粉刷，它本来是相对比较灰暗的。那当一个环境变明亮了，你就会去思考，你希望能够给它怎样的装扮。那我觉得在南区这个美丽的地方，它希望着重在艺文，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文化度蛮够的城市。那我们2楼空间非常的宽敞，所以可以提供譬如说一些师生联展啦，或者说大专院校或者孩子们的创作空间，就是他们的实验场域啦。那这样子的效果的情形之下，原有就是这样产生，所以才会办的今天第1场这种跨区合作。您知道这个团队是从高雄湖内区来，那湖内区在高雄是相对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型，可是你看这哪像乡村的创作啦哈，所以人心没有因为你所在的位置失去除非你对艺术没有兴趣。那我也一直认为说，借由这场合作，就是跨县市的合作的概念，让人家重新认识一下南区与众不同的地方。展览第1天现场嘛安排画作的体验，这摆就是区长蔡秀琴的作品。第1摆创作大龙讲相当艺术天分，对来接触表达伊就邻交代的心境，嘛欢迎大家拢来公所看展览。各位好朋友，手上看的是我在5分钟前完成的一个油画。那你们看到这幅画，其实代表我这个内心。其实我这个人是内心是充满正能量，对各种色彩是很明亮的。但是你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块小小的空白吗？因为我觉得人的一开始就是一张空白的白纸，可是因为和你接触的环境而不同的色彩产生。那我的而且有一个空白表示你可以随时去吸收学习，让你自己更成长。所以这整体的画作就是一种缤纷色彩的世界，也代表一种比较正能量的暖色系列，譬如说红色、黄色，就是我是一个女性区长，我希望我带给我的团队是比较温暖的，希望对我们弱势相对的关怀，所以这是我创作的目的。大家来南区公所欣赏画作。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地艺促进会为了让爱地人士有机会在美丽的安平四照下享受迷人的地方，在1月22号特别在安平古堡举办首场的安平暮色追香曲府城世照地会，活动邀请专业地师现场演示泡茶技巧以外，另外还有地艺文化推广以及艺文表演等，活动精彩丰富。安平古堡已经300多年了，将近400年了，在这个安平古堡办茶会也是第1届。我们今年特别准备了2款茶，一个叫做追香茶，一个叫做暮色茶。我们这次就是命名安平暮色追香曲。追香茶有2种意思，一种意思就是说要追回30年前的那种烘焙手工艺的香，冻顶乌龙茶的特色。另外一种追香的意思就是说，爱茶人从大老远慕香而来的一个追香。然后这个暮色是由茶师特别准备的私房茶，要来分享给各位嘉宾。暮色，所以暮色是第2泡的茶，所以暮色是非常期待的。为什么会推出什么还不晓得，因为是茶师的私房茶，以及那天天气傍晚会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是有趣的地方，是这样子希望那一天，各位嘉宾能真正到这个古迹上，喝到这种追香茶以及暮色茶，在这种情境的氛围之下，感受到茶艺的美好。茶会东港品尝的第1款茶叶是这地老师傅涂中和先生所制作的大禹岭高岭乌龙茶，展现这间食团的传统东顶乌龙风味。第2款茶叶则是由茶师精心准备的竹林收藏，座位有限，协会欢迎喜爱品茗的朋友爱赶紧报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秀传医疗体系副总裁，同时嘛是台南市立病院肝胆肠胃科的魔连瑞医师表示，
慢性死性肝炎会造成肝硬化、肝癌，缩短病人的生命。过去治疗需要做干扰素合并口服药，不过副作用大，治疗率嘛无悬。一直到3年前，新型的口服抗病毒药物上市，为福部伫2017年开放健保有条件来给付，并且推动4天的封治计划。市府根据行动病院的资料推算，选伫6甲区盛行率上悬来开办特别门诊。一年外来，总共103人完成治疗，而且治疗率高达100%。病人还有一些知道有感染，但是他没有症状，他不想治疗的也有哈。那还有已经知道了在基层诊所，但是他没有转介。好，那没有转介的原因哈，其实有蛮多的哈。那这个待会再说好了哈。那解决的方法就是说哈，政府与民间的医疗哈，要尽快再把一些筛检能够筛检得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台南市的卫生局哈，其实做得很积极哈。我们目前的筛检率的涵盖率哈，根据那个陈科长给我资料是大概有30几%了哈。伫9月初完成6甲区外展4型肝炎最后一间的门诊以后，未来将选伫桂林区卫生所来举办，提醒民众配合疗程就近治疗，就用个早日摆脱肝病危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专工以保温的心情，对台中前来现身公款的患者感谢表示，一直当来因为心律不整，遭骗各大心脏内科，甚至2当来接受5摆电烧，互伊生不如死。不过重点是无明显的改善，想要到颠倒是中医的概率，1当外以后病情已经稳定控制。对病情来讲的话，我对个人现在是缓解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刚刚许部长也有讲了。我以前的那个不整率有20几个%，第一次电烧完20几个%，烧完隔了2天，因为不好嘛，医生又跟我烧了第2次，所以我在3天之内烧了2次。刚刚这个心路历程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难过，尤其是每天早上起来电烧完以后，那种生不如死，早上起来那种心脏波澜，有没有戏一种感觉真的是没有，就像说我干脆不要这么难过，干脆死掉就算了。慢慢是因为靠许医师，现在慢慢我就觉得找回到人生的一个希望，所以我真在这里很感谢许部长对我的一个救命之恩。讲实讲到最后，强讲袂出话，实在是上过感动。对此医生表示，心律不整的原因复杂，除了心脏，也有甲状腺亢进、并血、电解质失调等等，真正西医无法度处理的，建议用中药做规身躯体质的调理。他本身从小就有一个心气不足这样的一个体质，他现在他的生活，因为他升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劳心劳力，那精神压力都蛮大的，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要给他加进去这种补脾补肾的药物来稳住他的体力，那另外加进去强心益气养阴的药物给他，稳定他的心脏功能。那再加上疏肝解郁来缓解他这个自律神经的不稳定。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调理之后，他的胸闷心悸很明显的减少，可以不影响到他正常的工作跟生活。那他24小时的心电图，他的心室早期收缩也减到一天里面只剩下5次，将近是正常人的表现。因为中西医向朴素背景的医生表示，救人无分中西医，只要安全可靠有改善，就是上好的治疗。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新台病院专科医师胡泽远表示，过去有袂少的病人怀疑有裂喉腺癌，不过切片阁常常诊断袂到。造成病人必须接受重复的切片痛苦。现在新台病院率先南部引进新一代的诊断性切片技术，融合了磁振造影加超音波来做导引切片，不但提升准确度，而且诊断率嘛提高。融合了磁振造影的成像，然后跟传统的经直肠攝護腺的超音波，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攝護腺怀疑的是攝護腺癌的部分呢，能够有一个更准确的诊断，更准确的切片。
它能够提升准确率大约到30%到60%左右。那它也能够减少大约15%到30%没有必要被诊断出来的攝護腺癌。这些没有必要被诊断出来的攝護腺癌呢，其实可以跟我们人类正常的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特别帮它做什么治疗，那对它做治疗呢所产生的副作用会大于治疗所带来的好处。这套融合导引的裂护线切片，甲过去传统的经过直肠超音波做12针的切片无同，而且佫是采用经过会阴的切片，搭配磁振造影的影像，甲超音波融合的技术，比较无死角，而且嘛袂将肠仔内的细菌带入去裂护线。目前这项技术嘛应用伫裂护腺癌的局部治疗，不但会用个减少尿失禁等并发症，而且嘛会减少无必要的治疗，降低医疗资源的浪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